桥哪？永桥四川路。这片还没是可以go走船店呢，在校前街这片，这个真的啊。我都四川路的丰都啊，校前安永就街啊。安永哈，我还没看过伊嘞。嘛俩他讲。你怎么按厉害呀？伊要做，对啊，对啊，啊伊要做啊，就有做俩虫哎，有事了。咪家已經失散地你看听我弄你嘛，好食，好食，按你的清淡而买。他给你试吃啦，导游团的概念有吗？到你腿，闹热強下來。今天有那個好牙蒙古啊！你看吉娜太搞，哎，那条 echo 怎么突然变那么大？哎呦，我以为到颁奖典礼了。对，好像这个场域很大了。对。哦，让我们欢迎节目主持人罗时丰 Daniel Low。哎呀，好的，麻烦。马上进来那今天比赛啦。冇錯，目前 V 面上3關呢，要不要停？恭喜哈！哎呀，上禮拜這條歌唔啲，客家本身，嘿，這個很前衛。很前衛。哎呀，沒本台這個引起我們老師們的論戰。是，下來以後老師們都要演嘎嘞。哎呦，對呀，下來以後結果還好端端的，怎麼回事？我本來等着看好戲。好了以後，老師還跟那個玉騰還跟他這個交換心得嘞。對啊，希望玉騰能夠聽進去啦。做的啦，沒問題啦。哎呀，你專業欣賞。這我們這個老師真的太專業了，好好的介紹下嚟，好嗎？好，歡迎一家去欣賞。西藏魚欣賞，東欣賞，手臂欣賞。好，係啦，也唱 TV 沉水朋友。哦 ，TV 又係新嘅 Q 朋友咧，唔過要唱行唔出足咧。係啊，來自桃園龍潭，總會唔會知嘅？哎呀，記得來比流行歌曲組啊！哎呀，觀音香哦，我衝兩條歌有彈過冇？哎呦，觀音香。南無觀世音菩薩。哦，叫我來唱兩條歌。又來咯，師姐又來咯，哎呦，講你師姐啊，唱一條歌，然後
你带下抽电哦，震惊为主。嘿啊，哦，没不，对嘿啊，我们肃然起敬没。我啦讲笑啦，我养父每一次要女赚的。王族是高神气的啦，高神气啦还有啥按不会唱，嘿唱快乐的都。对，讲真的，讲真的，唱歌不能天空的啦，唱天唱空。你们按快乐啊，嘿嘛，你按落流行族咧，之前就有来咧，唱嘛流行族。女王族还是青楼拜，嘿，来青楼拜假拜咧，从一百没有了。传统夫妇啦，又分流行夫妇啦，又分传统。嘿，你转。就等于当年大天发现你就来就抽了，系嘛？嘿，走，紧点哦，我讲紧点哦。那又讲，养啊无言了，拜托你救我呀！那个朱瑞娇哦，紧点了，紧点，两个两三紧点，紧点，当年大是通知呢，朱瑞娇啊，还讲慢慢来点，点就会到，点就会到点就有，可能来几多拜咧，系嘛？係啊，來幾多拜？好，衝出來了哈！像專業欣賞啊，嘉修老師。父母子，只要出錢，錢鬧嘅嗬，係啊。基本上，我先講，你創到錢好，唔過有一點啊，我當講哦，你創國家嗬，嘅運氣哦，我當佢上好，那位張運，你創家，你都冇上到那位運，上到那其實運到那係，佢下都冇強落嚟，佢又講我講，觀世音怎麼也被你切開來了？個慈悲心也變成慈跟悲分開來，這樣哦。大宋啊，對，就叫大宋。即係講，像愛用嘅歌哦，佢本來嘅歌型，佢就清清楚嘛，吼。你用觀世音一定要在一起的，然後慈悲心要在一起，那個中間都不能換氣的。所以吼，就人分而分，我分起間，你就覺得清，這樣嘅心來啦。所以呢。到後尾學見衝見夾，哦，觀世音很累，你知道嗎？點到，只有那懂夾。係啊，你只有那踢夾嘅，跟觀世音在後面就跟不到了，這樣係啊。係咪？我是感覺講嗬，從頭來，唔講特別來家嗬，我從我之前嗬，嗰個歌數我記好，然後佢上課講，我對那位也記嘅意思，用念出來，你就唔會出點問題。你講功夫，你就冇練和睇啲幹事業，你冇人去念嘛，係冇好啊？除非念好加自家做記好，我就讓佢記好做好嚟嗬。安排問題做就按我方式嚟問，好唔好？好，沈先生。好，沈先生。我皮膚比啊。係啊。對呀。你咪親皮膚。他這樣在中間這樣字這樣換氣，然後他還接得到。係啊。還接得上，很厲害呢。你還沒冇簡單呢。很厲害呢。係啊。哎呀，父母自己有來看分數啦。流行唔想唱，唔係，沒有咪多一條歌，你唱到以後哦，講真呢，來看一下總父母嘅分數。一分數還做得啦，唔會做得，算講好呢。你係咪變國體？嚇，有杯都比千九咧啊，係啊。我們小巨人了，那又按國歌，好嘛？好，先坐定啦，好嘛？先休息一下哈，好嘛？先休息一下哈，好嘞，按姿勢，好，排謝，哈，好。他今天跟我們穿的就是一組的呢，紅色的，對。好啦，好，來殺了。哎呦，殺了，總理帶來永遠。哎呀，又是我們哲偉老師的名曲，經典歌曲。喜愛最每一拜見伊嘅面，伊小小嘅企佇門前，看得愛嘅看遠遠，唔管愛你看伊幾多年，會你嘅心含係兩強片，看到伊嘅種遙遙嘅面，純純嘅裙角。十包水珠唔攀提，交俾愛做人實在無欺騙。雖然愛離開無限多年，一片愛嘅心還係依依去強騙。
个暗暝头像可年的相片，也较介意伫天空加变，不是查甫母子恋恋，来背三万个每一年，跟着你重逢见面的时间，爱你爱了多年，一天袂好来。记得你此生的永眠。哎，真的要丢了啊！对啊，你是在哭了吗？用哎，真的假？真的要改？老师歌词写得很好，自己有唱进去。哦，哎，你这研究嘞，还好吧？你是想到什么？想到，因为我有仔细去念老师的歌，然后我觉得那歌词已经写得很好，然后在录音室在听声音，然后再去揣摩。对，因为我有去朋友的录音室去练习歌曲，去听到老师那个歌的意境啊什么，我觉得哇，就是太感人，很感动你，很触动，很触动，然后就会让我想到就是。我从来没有，因为我没有看过我阿嬷，所以我就会想，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她？但是我想我应该看不到她。对，以后啦，就是也不是，应该蛮久以后。你100年之后你会看到她了。好，OK 吗？可以，开玩笑。别，因为这歌的真的很触动啊。哎，说真的，从来比赛。他就是年轻小伙子嘛，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是为人妻，为人父，为人父，对不对？那个感觉不一样，心态不一样，心态不一样。因为以前边发没青苔嘞，就是以前就是想要奖品嘛，奖金，年轻的时候。但是如果你竞争，就是你人生到下一个阶段，你会觉得说，哇，我如果可以为了一个。我真心的人去唱这首歌，对我真心的人，或者是说对喜欢听我唱歌的很重要的人，唱给他们听，哇，那个感觉就是远远胜过于那一些奖品跟奖金，所以我就觉得意义蛮大的。所以你觉得你老婆对你是真心的、忠心的啊？那你要问她了，但我是觉得是很忠心了。哦，是。对。现在很难讲。煮3餐呢？哦，是煮3餐哦。对，就是我觉得贤内助啦，然后在工作上面有时候有一些。小活动啊，小演出，然后他也帮助我很大。不用挑松，谢谢很棒。我想这位老师原唱演冲，他应该很感动。对，来，再位欣赏。好，什么？其实每一摆有人献列苏歌曲创的时间来出本100集，感谢还有感动。因为这个故事做的感染到披萨，本披萨做的上到。这家最爱的人，不管是爸爸妈妈，也是讲父母，也是兄弟姊妹，你嘅愛唔單止係永遠地位到下半阿婆嘅愛。我先講吼，其實愛唱呢首歌曲，對我來講，我自家都吃到懂困難，因為 TPA 自家下一版本又有自家的故事，用自家的故事嚟套入這個歌曲，我覺得這個方法係錯嘅。我先講情感嘅部分啊，一定要給你100分，因為你有對象做嚟唱歌嘅。比如講送到禮拜後誒，我差少講對，就是講你唱歌一定要有對象，送到禮拜就差一些些嘅。我會建議你能擺套一首歌曲，有一個對象，你嘅情感會很好，還有唱歌嘅表情會很好。你有知道嗎？你按都擺唱歌，你發聲嘅位也都比較單一一點。比如講，你都用這邊頭腔啦，或你不會運用到其他後腦勺發音、胸腔或是腹式的發音，你全部都集中在這裡的時間。TPA 你唱到其實你一開始你出東鄉的結尾，你第一套你後邊那個片啊，你就用你的準音去 cover 你愛結尾情緒。故說你到後邊鬼數歌曲嘅準音，就跟你過去唱歌真的是差很多誒，那個抖音會抖掉你的音色，抖掉你的感情，抖掉你的節拍，這你要注意。作為一隻專業的歌手，我要接落來這樣講，
就算你要哭，你还是要能够唱歌。你要张开比赛呀，唱歌这个舞台，对你自己的尊重，你还爱容易分享的啊。除了按内，来吃到可能你呼吸的位置，呼吸的换气的位置，你可能也要好好的去琢磨一下。嘉孝老师体向来讲，两都按都拜汤唱歌，你万一为这个可能也要注记一下，不能像粉姐这样，很随意要换气，算那个会打团列数歌曲规则的听感还有感情。此外，因为列数歌曲你唱的版本是 original， 就是原创的版本，还那唔好唱，故所以你要专心这个想一下。度都按那歌曲的时间，然后又有加重自己的感情，怎么样让这首歌 hold 得住？当然来当批符你没下感应，唔講係攏講有條嘅發音，比如講沉沉嘅弦，還有十爆衰腳，唔攀的這種你可能會劃過去，唔過你下感應會彈得出來，也係講唱出來就冇強用嘅意思嘅，因為你係自己寫嘅歌曲，對個人來講，你有東西係我比較在意的。那其他部分我還是覺得你表現得很好，什麼你唱兩首歌曲，謝謝老師，謝謝。我的經典歌就是會有很多朋友這樣傳唱下去，真的，好聽啊，好聽啊，好聽，對。你今天也是情感流露了啊，是，對。看一下總的一個分數。新衣服，留下來冇問題哈。繼續加油，繼續加油，好，繼續加油，留下就加油了啊。OK， 按住先。好來，撒下來。撒來眼鏡味帶來童話冰下。哎呦，不一樣啊。哦喲。演不能講過分啊，因為本身要說國位難度如較高。唱了嘅，也16分音符，我唱我準，要我唱吉娜這種嗓音，要唱比唱越練沙啞蠻好聽的。其實懂後，不能懂過分，不該懂什麼。順學也嘅單 MV， 做一個 pose， 準備好一個舞步，順到300度數種痛法，轉到背肩舞，向下跳兩個，放棄痛法步。放棄痛法步，走一步又一步，莫跳唔錯腳步。另一天，滿足白羊嘅項目，是在一條電梯兩股面，快樂裏跳舞，向下跳兩個，放棄痛法步。放棄痛法步。放棄痛法 dancing， 黑暗用嘅 happy， 除了愛向下跳的 tempo， 嘅手跳。單 MV， 做一個 pose， 準備好一個舞步，順到300度數種痛法，轉做背肩舞，向下跳兩個，放棄痛法步。放棄痛法步，走一步又一步，放棄痛法步。放棄痛法步，moving grooving。
咪放弃通法无。哎呦，有到点哦，很厉害哦，真的蛮稳的。谢谢，很适合。也在准呢。给董事他唱那条歌呢。对啊，你的嗓音很适合。对啊，对啊。是啊，哎呦，都有到点哦。嘿，很屌。对，我本人认证。厉害。但是刚刚，认证错了。对啊。不会啦，可是冲得懂后啦。就是为什么一定要选这种这么困难的歌呢？对不对？也唔会啊，两条唔会啊，这首其实不算。这还因为你们今天有主题哈？今天有主题，有主题啊！吉娜日。哎哦，今天是我啦，我的日啊。哦，就他们3个讲好了，是这样。他们3个是有一个群组，对不对？不过也有听。但他当然闷给叛徒哈，李修义公也叛徒。哦，所以等下少宇也是要唱你的歌，好像有就可能黑喽。哎呦，等一下才知道，对哈。连跟比赛是不是坐立难安？坐立难安。不会，你要唱那个歌词配熟了。嘿，其实应该有配熟调，他敷衍给唔记得。你是不是他唱的太忘我了？你是不是唱的很松，然后就忘了？对啊，可能黑哈，太爽了。那吃的表现都清后啊，因为他这个压嗓，然后这个沙哑跟阿桑，董事他两条狗都有到点，嘿，而且是好听的。对，但是你那个物可以在那个肯定一点，因为他就这样，那都周董开个通走有吗？应该是要这样啊。应该会按钮，嘿，都有自信那种。不过按字 C 啦，俩对你来讲应该是没迄只挑战吧？还有动态挑战啊，但是你做懂后，冲得懂后啊。对啊，你以后真的做在线都要按那个歌诶。好，做董事他们呢？他发拍给狗型那种，好，蛮适合的。带通走的狗型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欣赏一兄讨论后嘞哈。对，好来，唐欣赏公平抢东东老师，看会扣几分？好，其实刚刚一开始你建议的嗓音啊哈，因为沙哑的嗓音可以持续那么久，让我觉得蛮讶异的哈。一般一个摸窗的压嗓，一刀某一个压嗓，而且持续不个气有救，一次冲，还有还有又转过了，没懂泳衣。正当我非常开心的时候，你中间一大段落光光，唔一样的大部分。要有看电视全部看到的，那个乱评的话，这那个东都评上的评嘛，个分，结果一拉一大段也没看懂，嘿哦。真的拉一大段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有，到时候歌词一定会秀在上面。就他的呜啊啦，改歌词，不是啊，懂那时候也不能懂过分啊，因为本身要是国外难度如较高，唱了个也16分音符，我唱我准，又要唱吉娜这种嗓音。又唱起唱有点沙哑，蛮好听的。唱起无言的，唱无言的感觉。其實當好，不能當過分，唔覺得亞團，講係當什麼？還都拜託我唱按你歌嘅，其實難度高，還沉穩一些咧。我就唱嘅之前，我完整在想它2遍。像按你東西，嗰時喺冇出差錯嘅時間，會當過分。我想我冇半當過分，係因為唔記中間嗰段可能拉痕，太多了吼，太多誒，還要注意，冇一首歌其實會當過分誒，當大上唔會半幾多分，應該是冇辣子的吧？幾乎應該可以給滿分了，給按你唱，連我都很難唱。對。沙啞聲，如果你這樣看，我唱沙啞聲，鬼數國位呢，才能控制那個位置呢，都有到點，然後又好聽，故意冇掃聲呢。我唱接不上哦，他氣很足。也做對了，其實這嗓音是 OK 的，還拜託還注意的，董大嫂，加油了哈！好，說了，坤分說了，按你坤分數了，快 Q 1多分哈，本來可能25分了，Q 2分，準2是3分。各位請慎選我的歌曲，謝謝。你幹嘛？你不能左右我們評審老師啊，對不對？啊，來，好，看一下，來看一下眼鏡比的分數。
就是一点唔分啊，幾好的咧，分每字要留下來咧啊，係咩？嚇死！哎呦，命也好呢。係啊，哎，其實你根本去正經創個同學呢，唔對嘛？很大爽啊！你係啊，回去這拔。我覺得你如果沒有忘詞，你有機會打敗葉玉燈。挨喺人拔方啊，拔到嘛就痛落去。咖喱拔落哦，正叫佢拔落，好不好？留下來咧。下次都用，就都。拍下縮掉。拍下縮掉哈，掰掉，好不好？是嘞。哦，還好。OK，好了，先回做這局。我還吉娜虐，嚇壞我。殺了，還是你的歌啊？李小怡，唔會啦，李小怡啊，他唔會按手啊。給歌詞不會想說，給歌詞。英國黑吧，英國黑吧。因為舞台劇演員，他都背東西都很厲害啊，對不對？好，不要多說了，他叫我們不要再講。哦，給他抽水唔得。好來，唱歌啦。你有需要站安诺还是那个退罗哥很多，罗哥什么胎？还是要史蒂诺斯？有奶茶最友好，哪一个最有用？因为我没有吃过，哪一种最友好？他现在一时也想不起来。你3个可以一起吃。哎，这样我会睡太久，我会睡痛久。我不敢吃，因为我怕明天真的会起不来。啊，对，不要吃太多就好了。就是会怕。我已经早上起不来。你敢不会睡唔得？哎，唔會啊，睡唔得，早上紅米來。哦，真的。哎呦，兩眼都按用。那個很多藝人都這樣，很多藝人晚上睡不着，睡着了以後要叫他起啊，很難。有陣時佢條路可能佢走不退，跳呀買啊，哎，練習以後要喺講演出以後，回去還要沉澱很久。哦，對對對。哎，冇辦法講，人咪就睡咧。對對，你有辦法嗎？就像比如說你今唱一個。
演唱会结束以后，你回去可以马上睡着吗？我不行啊，不行嘛，你那不能就会对啊，没办法，情绪没办法那么快荡下来，还要很久当才会沉淀。哎呀，感谢你先来过哎，你们有挑战来过哎，对，还有你今天赚500， 500呢，有一个叛徒，等一下就知道。好嘞啦哈，好来墙壁欣赏的公平哈。小雨，今天这首歌我觉得啊。又听到你平常的样子，我觉得很不错，真的是。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你的那个律动可能要再去琢磨，哎，你的那个都没有，好几个都没有在那个点上，特别是那你走吧后面那一段，然后你整个就完全不在那个点上。我觉得我今天扣你的分都在然后再来一个哈，我要讲的是。其实，我觉得你很轻雄会表现，就是让这个歌怎么样有层次，所以你都会把前面把它放的比较松一点。可是我觉得我记得你上一次松礼拜也是同样的 Q 跟 Monty， 但是当你放松的时候，你不能让我觉得你是散的。你没有重点，是散的，整片。你知道会变得很平，你知道其实你在比赛的时候，冲狗一开口的那个时候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。前面这样就没有在上面，然后你那个跟那个那个感觉不一样，主唱就在旁边，你看那个唱法其实不是那么好唱，你那个那个点还是要在，即使你要松松的，你也可以哒哒哒哒哒哒，你后面再多一点，可是你整个前面是这样当当，让我们觉得整片是平的。请打手，第一遍歌整个让我们感觉是这样，一直到最后一遍，我终于感觉你醒了一点点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层次想要铺陈，但是你的铺陈还是不够好。你前面松的地方，你回去真的要好好研究，怎么样让我们觉得你在放松中依然有这个 grooving 在，依然有那个力点在，而不是整个是啪的一片。好，那你在那样的一个律动当中，你第二段要怎么做层次，你第三段要怎么做层次，你要把它用手机录起来。我跟你讲，手机真的是见光死，你录起来听就很清楚。好，不然的话你前面整个太平，再来我还是觉得你太多的在陶醉在自己的里面，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。前面我都觉得你在自我陶醉，我没有感觉到你一直到最后我才觉得你在唱歌给我们听这样子，好，或者是那你懂意思吗？即使这首歌是要唱给自己听的，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才对。可是你好像就自己一个人在演这样子，这个会影响到你的表达，那你很难打动我们。对，我觉得，跟上礼拜俺公的共用，就是比赛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。你唱歌比赛，你是要让评审听到，帮你打分数，而不是这个是在表演上，我觉得很 OK。好，非常 OK。你在舞台上表演，然后你的戏加上你的整个情感那个音乐的流动是很 OK 的，可是当你在比赛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可能要再琢磨一下。好，但是还是不错啦。好，还是补这一句，还是不错啦。哦，那到底多不错呢？来看分数就敌了啊！好来，看一下李修一个分数。哎呦，真的还是不错啦。真的不错嘞，不错嘞，94.5分呢，不错嘞，他醒来嘞，他醒来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。我在想说会不会完蛋了？会不会？也不会啦，他没有唱错就没事了。是，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。对，就是那个律动少了一点。因为聊聊狗也就雷鬼嘛，对啊，就松一点啊，切。你看罗哥也没有啊，就一点点啊，他刚刚都没有呢。但是呢，黑了。对啊，你至少你要有好像是fight 的至少稍微有点动一点。真的很难练呢，真的很难练。我其实不是唱啊，你是唱我嘿，我是唱我是唱哇哦，还不错啊，就是对啊，就这样啊，拜拜。
哎呦，今天来了那个撒哈雷就会吉娜日的破口，要不要听到了？恩勇哎，背叛者。愛有輕愛三年，摔到最終，看到口前結路，愛邊緣嘅三年，寂寞年，一角空到風嘅堵。不想會騙你，其實嘛，強用模擬打消你。愛做唔做的，惦記，想會惦記。吵醒了。你吹夢你嘛？哎呀，我吹爆我冇吹，我當阿公你嘛？嘿，那太少中啊！我冇看到阿公你嘛？哇，声嘶力竭，聊气感拿着。好，你看拿，你拿这个。哎呦，你没有选我的歌是对的。哎呦，锤哥的歌真的好好听。后堂啊，因为金曲奖了呢。对啊，怎么这次没得奖，真的好可惜啊。应该的啦，黄子轩得啊。不，下次。但指日可待。对，指日可待。下一次希望我可以把奖颁给他。嘿嘿嘿嘿。哎呦，现在跳歌的应用哎，对，很适合啊。有吗？对啊，有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刚刚看这样他背叛是应该的啦。没有，我其实真的。谁叫你们假会？你本来你们不是说吉娜日？对啊。啊，你想要选吉娜？我以为是老师的歌。下次，我以为是这样子。哦。我记错了，就是我以为是每次录影。你要意思在讲哈意思，你就会冲来歌嘞，吗？对，下一次会。好。冇啦，冲到董后啦，现在跳歌会抽。董事汉很棒。给冲吹歌会董詹。对啊，这我嘉修老师。对，嘉修老师来了。好的。公平，你是认为说我一定不太赞同他的唱法，就对了？没有，不会吧？我是刚刚看东东老师，应该会很喜欢他这个感觉。摇滚乐，我知道，我怎么结果我被吓醒以后，我看东东老师好像没什么表情。哦，对啊，他可能懂音整的糖。音整的糖。没了。没有，我先听这个叶嘉修老师。因为我跟那个东东有讨论过这样的，然后他有跟我讲说，这个赖尚群他写歌就这个样子，就很厌世。
然后他唱起歌来就这个调调。其实蛮好的，我觉得上下的比赛啊，如果你能够完整的呈现那个作者，不管他的情绪，他当时写作或当时演唱的时候，是用把人心情你不管，然后你就真的把它演绎出来，然后就我还感觉是冇简单的。真的是冇简单。我唱吹歌很用。嘿啊，吹歌。对，不是我，之前我讲很吹歌。动吹歌。唱歌那个。他们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器。对，吉他音都调不准，知道吗？下次音弦要把它放松一点。你不是好几十支吉他？对啊。你可以一支送给他们，1、2支。我他不会很高兴分享。他要表达是那种东西，那因为比赛嘛，就是说吹歌他在表现的是那种 funky 的那种厌世感，那种厌世的感觉。那可是他在比赛，他有些他自己要，因为我一直觉得他上个星期我跟他讲那句话，就他是有听进去的。因为比赛毕竟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让观众看到的东西是一个很完整的，然后他自己表现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嘛。所以就像你说的，如果他音也调准了，什么该做的他都做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该学的他也都学了，那就表示他真的够努力了，这样。所以这个应该值得嘉奖。那其他就让最喜欢他的人讲吧。好，钟老师啊，对啊。那赤裸艺术国唯一的唯一嘅缺点就係看佢是嘅，其實藝術國會同英國搖滾的那個 Radiohead 的 Creep 同腔，其實理念是一樣，但是完全不同的感覺啦哈。不過基本的概念係共樣，前面嘅部分其實唔該唱到較有些嘅，譬如酒嘅米絲啊，唱清醒嘅。哦。的瑪莎，你要有些嘅，真是有些酒嘅感覺啦哈。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喝酒，不喝酒啊，難怪吧，難怪還是要，而且有些做音樂人哦，一定要喝一點。沒有，我也不喝。葉嘉修老師也不喝酒呢。沒有，很多人間清醒者。那今天可圈可點的 Hellboy 嘅部分，你從狗音那是到位的，還有切爾米嘅 Trash Metal 這樣個態度會超嘅，對啊，故說給面衝呢，我覺得是 OK。就前面 K 部分，你稍微去揣摩一下，你可以彈嘅 Radiohead 嘅 Creep，啊做得，將最彈吹過得彈喺邊，佢可能這樣嘅口吻係會冇佢用嘅咪西都地位，好，是可能各位，其實他有個優點，吉他彈得比吹過好很多。哦，這是真的。這樣講好，吉他彈得不錯，他吉他彈得不錯，彈得清楚啊。他懂吼，加油啦哈，加油。好，謝謝張。好，來，要做快點。哎呦，講所有娛樂都不妥懂，讓他有分數了。哎呦喂啊！跟背叛者站在一起。哎呦，準備好嘛？對啊，沒關係啦，我不會怪你。好，好，沙雷坤要不要聽個分數？四川路哎，四川路嗰邊係咩？是可以go走船店呢，在校前街嗰邊。真的啊？我都四川路的風度啊，校前街啊。哎呦，真眼型嚇！哎，我還冇看過伊咧。冇啊，頭擺可能老爺冇聽我哋阿講。哦，沙雷坤要不要聽個分數？96分呢，恭喜！要不要聽 B 面成功，連休4禮拜，繼續喝茶喲。也來到傳統組位波 V 正八歲，目前 V 面在一關呢，裡面太高，繼續加油，波沙伊。露色白啊！嘿嘿，抽唔關嗬，抽唔關嗬，要關嘛，做得啦。啊，夾抽幾擺就關了。係啦。好，你今日咩新的挑戰朋友啦？歡迎董面書呢。之前應該有來過喲。係啊。知道董面書。有來過。好，好啦，比賽之前呢，介紹下評審欣賞哦。好，歡迎。蔡
嘉琪贵先生，李秋霞先生，温生琼先生，曾敏珠先生。好嘞，现场接收听，马上做进行今本夜的比赛啦哈，系啦，有唱 TV 来自新北冰球，哎呦，嘿，车几枚到来带来片板。好嘞，谈好啦。来过哈，是来过哈。差不多半年前。半年前哦。半年前。光启社嗰邊有去過哦，一擺。那邊留言係自己來過。哎，有印象。哎，眼影我有對佢有印象哦，奇怪咧。要係有印象。係咩？要到。吃人冬面霜誒。接落去眼都冇嘛，入邊天拜來啊。入邊天拜來。佢講呢日夾面霜都想夾嘅迎合。係啊，做船店啊，條啊開咧總貨嘅片。係冇去買。冇去買過。冇去買過，唔帶表橋嚟。表橋四川路嗰邊。有啊，有關係。哎，四川路嗰邊係咩是可以過做船店呢？在校前街嗰邊。真的啊。我都四川路嘅紅都啊，校前街啊。哎呦，就眼影嚇。哎。證明啊，當面說。真嘅啊。不過係冇看過伊咧。冇啊，條擺可能老爺冇向阿爺講。你條擺生係唔咩啊？小孩冇禮貌。哦，所以你對佢冇印象。冇印象。我條擺佢咧校前街嘅中校國小順風，中校國中順風。真嘅，我都帶俾 V 天啊。天眼影嚇。哦，真的啊。真的眼影是佢，清久以前啊，清久以前。哎呦，沒想到有這個緣分。哎，你有緣分哦，真係。你要做到鬧年來比賽。係咪？厲害厲害。誒，好，按你唱題來唐先生公平啊，嚟。唐先生公平嚇。好。好，車幾本手指哈，今日帶來一個平板。其實今日演唱嘅一個平板啊，應講北洋演唱北洋腔啦，一腔頭講演做最基本伊個豉油牛章，嚇豉油章，個一個韻味也有唱好啦嚇。但是為比較過時就感覺講，今日演在一開上唱人生土地嘅時間。就多少會我有辣鹽啊，我辣鹽，尤其喺最尾後見現嘅時間，嘅味咩嘅辣鹽就差當多嗬，就有感覺到講也生無千塊，無生無千塊嗬。還有嘅平庸富貴命由甜呀，甜嘅米潤啊，做來無千元嘅生啊，生出生嘅。
音乐吼，冇做到亲乐有太细声的安样感觉，吼，就讲冇做到亲强啦，也做得讲，以后做得你要去多去注意的地方，其他来讲，音乐也个咬字各方面吼，就冇乜嘅问题啦，吼，因为也冇乜问题，就自家上述，自家就要有注意到啦，吼。OK， 好，希望你繼續加油㗎嚇。好，安住些，哈，嘿，來，這樣做嚟看幾個分數啦。好，嚟看車規模嘅分數。好嘞。呢分數做得啦，不差，係啊，不差，係有92分是算這個安全，中的安全的邊緣啊，係啊，可以很有本用誒，嘿，恭喜哈，安子 C， 謝謝，哪有他？對呀，佢對我冇印象，你明係聊下講，也還是才發。對，來殺下來，殺來陳春基帶來羅山歌，好嚟彈過啦。春秋，在人間呐，莫將家庭較久地位啦，嗬。羅山歌本佢甜拍，做唔到講啊唔記得，中文發言。你一講甜一下，係咪？本來就冇想講，怎麼講出來？一種我開始特別同啲學教嘅時節咯，一天欣賞嘅巴掌馬都砰啊個嘢，係咪？哎呦，係嘛？變了失去記憶，變了失去記憶，是。頭擺剃髮東洋蔥啊，頭擺哦，係咪外面不用剃髮？唔聽錯嘅啊，唔敢要。咩跪板嘅咧？跪板哦，做乜事情跪板剃髮？誒，老師把嗰早晨食到炸藥。係喲，係啊。哎呦，變什麼呀？係咪跪板嘅什麼嘅？跪板什麼？是。啊，冇發生乜事情？沒有。欣賞嘅什麼呀？誰來？誰來啦？誰來？誰來變什麼？做乜會發生乜個事情？沒有啊。沒有什麼，就把你們集合的操場。是。那個是什麼時候？國三。國中的時間咯。是啊。有一個成績模糊啊。集合然後。不會啊。跪板咧做安尼扁過呀。對呀，按我較水，我較矮，多投錢。嘿。多2把掌。從打開來反正嚟大概一下。哇！哎呦，哎呦，跟欣賞很吹毛。對啊。哎呦，可以這樣剃髮哦。是啊。
对啊，以前可以这样。他是那时候就已经会唱芭蕾那一首歌了，是咖喱芭蕾，咖喱芭蕾。 可能拍波了，拍波了咖喱芭蕾。哦，老师这么有前瞻性。是，对。知道若干年后这首歌会爆红。希望它还存在。我就唱给他听。哦，该调摆时节有可能。对。娱乐欣赏懂哦，俩冇可能。没。马上就上新闻。对。不过你刚刚那个情形真的是很想芭蕾。你还就会唱出来欣赏人讲。来。哦，唱就要欣赏公平。来。大宋，千大宋。人奖吼，又有戏子上有奖，真大宋。唔过卡，阿峰老真啊讲啊，落泪哦，这个你古词技术春秋哈，陈人健讲老实话吼，你阿说国会是代表你心情的款咯，哦。今日唔一个电影缺点在那边啦，吼，我相信观众朋友也知啦，吼。喊你听老人讲啊，技术，当我们唔加做那技术。技术，你也是不能扣分的啦。后背蔡英健呢是健梅人，莫将名利当然，你要记你是完全唔记得的啦，哦。这个不用猜写人，加甘唱神仙的，每一句好人，每人唔同意，为来人，所以表示讲你不用去老熟悉某人，也从台上强都跳起，当唱强的时候，后边你熟悉你是会去不足，你唱歌的，你我相信阿峰老师啊，记得金曲。得奖个咋？佢就当然对你的唱歌亲内行，你弹多嘢 MD 啊，你怎么讲啊？应该是唱出去，大家好，真係是無人嘅。你唱歌比賽，你係講表演，你基本嘅條件，你都要做到。所以咁意思講，你司機不接啦，你最尾責任同你同係人不足，氣不足，所以希望學會啦。還有機會看到你在呢位哦，你係要決定做改進咯，嗬。好，謝謝。分數，分享分數，好來。睇下陳純琪嘅分數。好。也冇辦法啊，跟蒙詞跌破，就是做冇辦法。係啊，莫講唔啊。我也都沒用用，我就在表演哦，前面有個那字幕，大字幕可以看。某子前面有個提詞機，有提詞機，莫講呢，我都沒我唔記得。我記唔起來。是蒙春基機哈，對不起大家。沒，什麼對不起？係啊，按住這哈。咩某一天啊，係某一天，當然講，好，來殺下來。殺來牛亭帶來三個字。好嘞，彈我啦。像講模式茶哈，我唱都係。懂着。米班啊，是茶水咯呢。有一點失誤啊！你有常時就是講個憋嘅，唔可能即個講會憋嘅，所以唔敢用力。唔會緊張咧，唔會佢比第一次有嘛？頭先真係輕緊張，按過牙齒的話應該還好，唔過你你做乜嘅話呢？你都講過，不然給人用，如果講會憋憋贏啊！一講就一憋，一講就嘿。
田记哦。哎呀，你哎呦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还树懂后用吼。对哈。有个狗音就爱哎。对对。我才能给他输啊。你的偶像是张惠妹，是吗？不是，那是要控制心理的压力，新冠度的压力。你压力了。我按用不用注意嘛，小可不用注意。身上有搞呀？冇啦，膝盖上。就我膝盖会太，有一只通走就会带出去了。嘿，就可能要被发泄出去啊。情况这样，因为那个自然反应。哎呀，为什么自然反应？反应啦，哎啦，就是奇怪是从了那。还老多俩，还成年高大音呢。哎呀，有的人高大音，按有没有好啊？张惠妹就这样的呀。对啊。张惠妹唱过《听海哭的声音》。之前那个赖燕婷没播呀？哦，燕婷没播。哦，燕婷没播。嘿，用两种方式，有动作你在表演。对对。冇動作啲比賽。假擺上台就假擺咁樣，就會用分啊。上台一擺就第擺用分，就是觀眾就會可能較難聽，應該係啦。對對對對。好。每一擺唱歌都有欣賞同指頭。對呀，人家越唱越好。越唱越好啊！真的呀，真的。什麼欣賞啦？冇騙。來唱咩欣賞？來公平下。好來。有首詞啊。當有人上隻禮拜唱歌又係都同嘅，就係讓佢平安到擺哦。我感覺我已經也非常的緊張哦。唱歌嘅時陣到呢度有多少落差哦？喺對咧新歌來講嚇，你當然你唱到以後，我上咗禮拜要講你隻唱將哦。我冇發揮你演繹嘅力量，嘅這種水準啊。那是愛你好的時候，沒講啊。三個字啦，我感恩認為哈，第一句最尾則是三相思嘅事，你找個接因這一唱嘅，絕對會水下嘅，會跌下嘅。三個字應當係往上揚嘅嗰種高亢嘅嗰種曲風，你用唱水下嘅些，那個係會是冇平衡不平衡，彈起來是委託自己。感覺怪怪，我感恩嚟看法，我是伴老人談到嗰三個字，第一句第每隻字係三相思嘅，你一聽會調到第五隻字或者第六隻字，行路了來那道邊江好順啊，那係為三句。將會好拼分啊！互相談討的，沒講愛講啊，自己挺錯。但今年你唱歌，我感覺哦，你關數、你氣哈，唱將比可能挺大師的哈。哦。平常心一早去練，可能新版在應用比較來去看的嘛。係愛老他這個談討三個些各種氣你所唱。這些練嘅音感，看你。可以落歌麼？看你唱得麼？看你用那隻氣勢，你轉腔轉潤，係咩為當難啊嘛？你阿時我哋講學練歌啊，我認為講必須要做的啦。莫講我是看見了唱那隻氣，因為現在你唱冇進步，加油啊！好，先生，安先生，好，來，我看一下夾個分數啦。好，睇下牛田嘅分數。好。做得啦，很好啊，冇問題啊，冇問題啊，好，恭喜啦，做留下來啊，非常好，好啦，來殺下來，係馮梅珍帶來羅山歌，我嚟彈講啦。好用了。
很香哈。那有时哎哈，香港冇食茶哈，我像都系懂着。米班啊食茶水多呢，多呢有一点失误啊呢。哦，唔加有食茶的嘛。哎呀，因为香港做太久有冇？跟有冇吃水呢？哦，是水啦。係啊，是水啦。哦，是水。我覺得水啦，係啦。水好啊。係啊，因為它上喺早嘅時間。沒有問題啊。一個問題啊，米班有試的時段呢，會有一些失誤。哎呦！不上海的香港唔對試啦，唔係試睇，如果你香港哎冇香港鐵早誒。然後還是給他喝一小口。哦，我次都應該不能怪馬桶歪啦，這是要怪自己。也就是有陣時就是強會憋脱，唔可能即個強會憋脱，所以唔敢用力。唔會緊張呢，唔會佢比第一次有嘛？頭先真係輕緊張，按過牙齒的話應該還好，唔過咯。你做乜嘅話呢？你就講個敷衍給人用，如果講會憋憋贏啊！一講就一憋，一講就嘿，可能係。就凊彩就佢敷落去，憋脱咩憋脱？超架憋係啦。係啊，因為其他就衝得清後啊。係啊，就給他贏。係咩？我發現，對啊，你將係啲金鐘獎嘅時間，我沒有憋過，沒有憋贏。哦，有嗎？有了。你禮拜有哦。有。還有強用，給冇強用啊。而且那個我錄音的時候，我彩排時間跟我根本都唔會憋嘅，結果我跟佢表演嘅時間憋嘅。睇唔出來啊。睇唔出來啊。係啊。我也不告訴你在哪裡。可能係咩冇認真睇。好啦。從這嚟向民族欣賞嚟公平一下。好來。好，梅珍小姐呢，你歌聲真好。上江，咬絲又潤，哈，親民。可惜呢，你是挺緊張呢，像我衝上去又停頓到，安樣人哈是上海動態。哦，你係清泰嘅食物，冇叫你做得平安過關呢。哇！哈，清大爽，但是可能經驗不足。哈，慢慢的進來。哦，反正你老嘢打擂台長遠嘅機會嘛，哦，嗱你做得這個來報名來參加，還有機會，哦，會唱到很好，哦，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啦，哦，冇清大爽，哦，看製作單位樣幫你哋安排，哦，冇天每本有機會啊，哦，謝謝老師，繼續努力啦，好冇？謝謝老師。係，陳春吉，想叫出我呢？條漢你就講，某一天哦，原來他的烏鴉嘴。哦，原來我是烏鴉嘴哈，對啊，沒有啊。某一天呢？我是他的貴人呢。係啊。對嘛哈，對嘛，同講一下唔該。某一天評分啊。評分92，你叫我留下來哈。來看分數哈，看一下黃梅珍嘅分數。好。係嘛，哎呦，95，留下來，哦，你留下來呢，小扣失誤啦，你春期自拍攝哦，你可能是冇辦法留下來了，哎呦，那梅珍姐，喊100位愛記得哈，好，謝謝。別睇就別睇，唔是關係，好嘛哈。謝謝，先生。每位學習來控制一下。係啊，你假如講水嘅問題，就是上台之前莫啉嘛。係啊。係咪？好唔好？好啊。哦，OK，好。好，謝謝。梅珍姐，聽下。好。食。好嘞，沙下來。沙來，V 面炸陳裡面帶來3個字。好嘞，彈我啦。凡事了夢拿來，相安了道。
为了求那车，也为了等那，手有了是那才人，比天了个那。李面罩，你真分无？有，强的，强嘛冇本一个压力，也下已经初上去啊，冇本一个，稳冲就好。我感觉你有较嘅，上来动稳的冲，但是心都方有强的嗰種心情。唔敢放心的。没，得失心唔莫按冲。好啦哈。得失心唔莫按冲。唐老董甘苦。係啊，真緊。床台咧。車起過線上。車起過啦。車起過線上。來講片。講開了哦，我哋講青島嘅，因為教青島班、竹東班、先鋒班一條嗬，副橋班全部講開了。聽日就加咁講。咁個講橋就會爭。講橋就會爭嗬。好，然後講到係呀李明哥嗬，佢咪帶來一三個字。佢咪不管人音質也好啦，嗬，人腔韻也好，也做得講唱來意順啦，一平平順順啦，嗬。最主要呢，就感覺到講有兩隻字，知道彈到唔係清正確，就上暗島，上暗島。講去了個上岸島，上岸島，上岸島，所以也個咬字部分啊，可能就要注意下，因為拄到咁樣耶穌國語係愛寫過嘅，所以愛睇下咬字部分，我自己本身就會當注意，其他來講，把開心快樂創山歌，是非曲折甜為端，手有此在必天歌。一條是咬清章，家就有注意彈到一些嘅，小可上岸道也一定可以注意下，因為也係你裏面咋部分嘅人你唔可以擇什麼就做唔得，盡量擇事一定要同你唱熟來落去，你咬字咬章來唱熟來，哎呀你嗰陣我有辦法過分。繼續加油嚇！好，謝謝，好，來哦。哎呦，搶天機。係啊。來到舞台睇下，聽眾說哦。又係你哈。對啊，得禮拜做兩秒度過。看有咩請好啊？係咪？看一下哦。好，看一下陳里面嘅盤數。今日一段音樂比哈，有唱到嘅呢，竹東田傳藝山歌比賽，山歌自主。看一下陳里面嘅盤數。又是3點分嘅平分呢。好了，平分哦，就是3點分，有就是搶死保留體嘅關注啊，有搶里面欣賞，等從 V 面再保 V 哦，共用係一關，下禮拜繼續加油哦。山歌音樂會，
今日一段音乐会哈，有唱到个呢，作动天传艺山歌比赛，山歌自主。哦，青岛族呢，山歌自主的跳山面。跳山面，所以根本要3条歌的，全部都是山歌字。冇错，反正他也是谈了哈，阿富上比高啊，阿富上了学习班的。系哦，有青球冇看到的，你的好朋友。哦，真的哈。还有新上台哦。哎呦。不过去年有看到佢。哎呀。一唱冇唱做的哦。对。今年又来咧。对啊，当好啊。哎呀，有一个平台，他啊，嚟讲下嚟，哦，发扬一下客家文化。有前比有后比啊样，传承下去。对，好，来有唱 TVB 啊。TVB 就係劉秀平帶來山歌詞。係，嚟彈我啦。徐明基，你真係冇看到哦。係咪？好叫嘅啦嗬。哎呀，一叫冇來呢節目。英國一叫。年郎有。年郎啊。年郎有哈。年郎還好啦，而家過年嚟講嘅。做得啦，係啊。過年嚟下都唔到啲啊。我過年了。有過年咧。有其他你的節目啊。我們是呈現一季的變化。對。當家。還有薛明基，恭喜哦，山歌自主嘅第3名。第3名啊，厲害咪係咪？啊，所以唔單止呢做動嘅比賽，還可以參加其他比賽嗎？一下較少呢。較少咧啊！對。做埋無限嘅啊，可以搞科。
哦，教课啊，哦，而家你教課教乜嘅好？教小朋友講客家話。哦，學教地方度係啊？對對對。鄉土語言教育啊。係，對對對對。喺哪隻學教？後龍國小。後龍國小。對對對。後龍國小。後龍嘅苗栗嗎？後龍苗栗啦。苗栗嗰邊。海鮮。對對，但是就後龍種。係啊，後龍種。萬里嘛，後龍還有通宵嘛。對對對。誒，算後龍種啊。好。係啊，啊中間夾一個媳婦鄉。哦。媳婦都是客家種，同奇怪。佢通宵過去，哦，後龍過去媳婦爭。通宵萬里。哦，嘅夫圈全部係後龍種啊，就媳婦係客家種。係啊，用我啲後龍種教客家話。媳婦啦，因為後龍種叫做咁慢，我上去學呀客家話。係，嗰時候佢客家話假使有小朋友學嘅話，你就要安排先生。對對對。哦，我哋後龍比如講較華山嘅客家人較多。哦，較華海就。後龍人較多，話開咗後龍人較多嘛，嗬。係你要啦，而且屋下要客家人，比如講叫媽媽嫁到後龍種嘅，佢就會上去老家先嚟講，沒有做得好似客家話對對對，母語沒有學起來就差別了。對，用親好啊，用親好。對啊，對啊，對啊。從小扎根啊。從小扎根。哦。一神奇啦。而家唔單止後龍，其實。你像讀詩，讀詩咩有啊？係啊，出嚟就係啊，鄉土語言教學啊，學客家話啊。對啊，對對啊。我先year嘅勇士咩本地醫學啊？係啊。係啊。啊，後來就係你唔要講。不敢冇講，他難記得啦。對啊。哦。記唔講記下一堂課來，記唔唔記得咧？係啊係啊。你講烏卡語言同佢講嘅話，佢就會記得。有人啊烏卡語言講啊，但是先year有陣時佢都唔學，佢會彈。彈嘅事啊。佢會彈。至少彈嘅事嘛。你喺咪講，佢冇一天都講。對，唔肯講啦。係啊係啊。哦。對啊。你就知道，你彈嘅事就好兩個，就嘛一定會講客家話。講出來講唔錯，仲要我本人寫喎。哦。就唔敢開口講。願意講嘅就要多多同佢鼓勵啦。對對對對對。但是也係同好啊，我知道因為有一條線上咧，鄉土語言嘅教育，還有其實客家語言。至少會延續。至少有一隻開始。係啊係啊，比如講我都按一年代40-50歲，係唔要講，可能按有幸活到80歲，可能客家話可能延續30年，現在沒有往下扎根，扎到現在剛開始上課的一些，至少還可以再延續50年。有哦，你連下田春義就有扎根。對啊，就等下就跌。對對對。向下扎根。對啊對啊。哦，喊得加油啦！喊得加油哈！明年啊，你知道就第3名還有第1名條。對對，明年再比可能。係啊。然後上來全部都。黨委出來，黨委創嚟啊！兩位食菜法，這些年輕人都，他們願意學的話都很厲害。年輕人都不留武德啊！對啊，必須啊！是啊是啊，必須當然要公平啊！對對。好啦，安子生，多謝，謝謝，好，明年啦，好，等我執過來創國民大堂。好，有閒就來，有閒就來。好，嚟，好，殺下來。殺下來，第1名劉水橋，強用係3個字。好嘞，彈個啦。思念了。
丢棒块，好闪亮哦 ，Superstar。你怎按厉害啊？伊要做，系啊，系啊，啊伊要做啊，就有做俩痛啦，有湿咯。咪加已經濕散地了。而家見我弄你嘛？好濕。好濕，阿你攞天蛋去買啊！羅哥，天蛋去買，黑妹，要給女士吃啦，導遊團的概念，有冇？我呢個真係直接送，那還要買的。條阿給包送呢？我買了。兩妹做的事啦。你有網址嗎？可以訂得到嗎？直接。我有貼我的麻古有電話。麻古上面有。對對。焦焦花生糖，知嘛？對對對。九梯反條因為能水九記嘛，所以焦焦。純手工的。哎，我跟你講，哎，等一下老師們可以。你們有福氣的。哎，董老師嘞。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哎呦。尤其是不用錢更好吃。哦，而且幾個買你就看看。啊，用哎，你要怎麼分走啊？對啊，他不是要全部給我，你不是要全部分他們？要全部分我嗎？我來分啊，你要幫忙分啊。哦，我分一個，我分一個。對啊。哦。他是怕折壽啦，讓主持人自己去分糖果。還是他是 leader，所以他整盤拿去，然後再慢慢分給他。他自己拿5塊，然後其他1塊就是給他們吃血。一人1塊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傻一堆哦。4塊啦，4塊啦。哦，4塊啦。 4塊啦。為什麼要放着？人家都直的塞進去，你要橫。珍饈美食，你不能慢慢品嘗嗎？哦，很香哎。很香哦。好吃哦。嗯，好吃啦。 他現在塞太滿了啦，都是花生味，沒有它就是花生糖啊，有其他東西哦，米香的那種感覺，對，哎，還有其他啊，天孔的東西哦，來，就是米香加上花生糖，對，好吃啦，好吃，很酥脆，不會粘牙。 不會黏牙。哎，你等一下，那個小康老師他也賺很多，你可以叫他下訂單，交飯條桶。哦，要多訂一點，多訂一點。來，音效師，尹浩師。好，來，哎呦，我們吉他老師來。老師可以拿2塊，老師。來，為什麼？來，哎呦。小蟲老師，這些老師們都很辛苦呢。嗯。哎，壯老師最辛苦。對，他跟羅哥跟很緊。那其他都給你哈。 對啊，全部都太多了啦！這樣會不會太現實了？不會，用哎，不會。他聽說要叫羅哥下訂單，趕快發給大家。不是，我全部都給他，這樣不會太那個。那你盤子要拿走啊！真的好吃，對不對？好吃，好吃啦！不是死硬的那種感覺。有家蕎麥啊！來，有家蕎麥，還有一堆啊！不用的，都這樣，是夢呀！董後師。 哎，阿姨她又加 V 哦，可以下訂單，下訂單，對，下訂單哈，哎呀，水給記一定也是下過苦功，研發出這麼好吃。對啊，手藝怎麼這麼厲害？對，你看佢沖過一條狗會練習500遍，錯啊，500次，沒有，要比賽前1-2個月，不會壓傷嗎？對啊，500次也太多了吧？對啊，那個資質有點差，一天要唱個40-50次，真的。啊，你的沖是不是敗啊？你定來沖。 一邊做糖一邊唱，對，哦，這硬衝，衝到比如落垃圾嘅。有閒嘅時節，頭腦都緊衝。哦，所以這些糖果才會這麼有客家味啊。對，我覺得糖客家山歌做出來的糖。哎呀，客家人做的東西就真的特別有味道。哦，真的，特別好純手工，也沒有加其他東西，就用嘅芒芽，就係芒芽去做安尼。就加就是都是鹹甜，就加一點鹽巴。哎，也不會粘牙。哎，真嘅呢，佢飯條鳳呢，佢我弄人家飯條桶好好食嘞。安尼真的要下訂單哦。我可以用宅配給你。這個去欠錢是不是？對。對啊，好吃的東西。好吃的支持啦，哦，有天空。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大家攏聽一下。謝謝啦。哦，水餃子迄啲那片好是沖過呀。平常時有3個班學3個啦。啊，先生很嚴格啊。哦，好嚴嘅，很嚴格。賴仁正老師。賴仁正先生哦。對，你都嗰片搞哦。係啊。哦，搞20年咯。哦，真的哦。對啊，對。哦，賴仁正先生要做桃李滿天下，搞出來學生全部非常優秀。佢咩有幾盤佢自己比賽啊？有大金山嘛，咩有佢大金客。哦，大金客，還有佢自己他創上禮拜讓判嘅山歌比賽。山歌比賽，全國性嘅歌唱比賽。對，全國性嘅。哦，啊，比賽有咩有獎金？因為俺第一年是拿到超級組，所以我做唔得比咧。
哦，我拢去买剃头桶啦。哦，除了剃头桶还有其他东西吗？有啊，卤味啊。还有乜嘅？还有粽子啊。粽诶哦。粽诶。哦，了都都粽诶，端午节嘅時節。所以就傳統美食，你自己做得做就做嘅。閒加咁好。啊，講緊這是小東西啦。對啦。但是都是我們純手工的哦。記憶中的美味。是。好。哦。請那個 Lost Phone。有請銀團下訂單。大家如果要下訂單，在這裡啊。哎，椒花生糖。對。啊，這些哈。多謝。很重視人哋嘅節目。係咪哈？你做到那種登台作秀嘅，你比賽咁專用。哦，沒專用。哦，佢變模演播。當然真呢，很強啊。假模佢就會做個神父。好啦，沙雷。沙雷就天命嘅時辰帶來3個字。我嚟等噶啦。天命又来了。天命啊！你看，我就说我们老人家现在不重用。谁们老人家？对不对？都是都全部都是。哦，现在年轻人的天下。去年咩小跳组的天命啊？啊，真的？真的呀！哦，你好强哦！你马上换个脸。对啊。真挺厉害啊！佢本身係迄個
方言的嘛，对，这台湾戏剧学院的学生，还有 EOC 边呢，还忙哦，还忙边要。太好3年生，3年生年哦，我用感觉都同久，因为你从小就看到见，从家妈妈强他出来，没输到妈妈亲太养强。真的，你们的这个音乐细胞这种才华，应该都是遗传妈妈的。我觉得是哎，应该是应该是。不过你妈妈一唱係唱流行歌呀，其他创作大部分都流行歌，佢敢會唱山歌？佢唔會唱山歌，我嘅山歌係就係。貴種開始啲，貴種，啲好教練啊，好演，呢個好演嘅幾時開始練呢？所以人嘅安尼傳統嘅東西唔係受到媽媽嘅熏陶。係我小時候冇學過山歌，我係開始學戲劇章會唱山歌。去唱客家台語係嘛？係。有咩有關係？開始唱山歌。對，有咩動力係？難怪佢唱歌有嘅戲劇嗰種感覺。它會結合好幾種劇的那種感覺，就他們有把它，大概伴聊還有，對他們有不同的一個詮釋方式，有不同的訓練方式。就是我上次就有跟那個鄭校長有稍微就是閒聊了一下，他說，也不是他說就是說我們現在他甲糖豆啊呢客家嘅就三太跳嘅東西，可能欣賞高嘅時節就是講人衝出，講人強，講人強我唔知道，但是就是可能有一些老師佢搞一個方式就較制式化，嘿，較制式化。其實三太跳嘅東西係懂吃油，很活的，生發地不會讀誒。你可以用很自由自在的方式去詮釋，只要你在那個框框裡面，你在那個範圍裡面，你不要去偏離太多，就在那個框框裡面，你可以自由的變化。所以也其實就好上癮，最有那種感覺。佢條下創就同嘅一般嘅三國志嘅強啊，什麼4-3-4-3嗰種。對啊，字數啊，強嘅佢冇強用。4-3-2-5根本冇一天都4-3-2-5，咩冇一天啊？那看詩啊，戲劇就冇按用嘅規定啦。舊嘅時節就冇按嘅規定，一天都4-3-2-5冇按嘅。因為戲劇還有戲嘅部分嘛，語氣呀，語氣，所以我們會比較有斷句。對。有常常有做動作啊，有係嘛？故說配合佢嘅動作，還有他那個戲的走向，對，可能係影片有關係吧。對，所以其實安尼觀眾朋友，唔知係咩，迄個是好呀三太跳嘅東西，唔知係咩做嚟去偏發啦。唔免講哦，線上搞嘅都冇唔錯，線上搞嘅就錯。但線上搞唔會以後，你自己做一款用，做編發哈，自己加化，內化成自己的東西，對，我覺得以這個為基礎啊，來發展的。你家還有組樂團哦，這個就是受媽媽影響了嗎？有一個樂團，我做海岸乾杯，海岸乾杯，在海岸邊喝酒乾杯，一聽就知道這個酒量很厲害。不一定很厲害，但一定喜歡喝。你大部分嘅創作係用葫蘆味。葫蘆味哦，所以嘛，葫蘆味，你是主創嗎？對啊，為什麼要用葫蘆味？還有一個男主唱啦。創作係用啥？你是女主唱哦，你們結合就好像有點像告五人那種感覺。不太一樣呢。哦，不太一樣。他們做搖滾。哦，搖滾樂團。那個 CD 來。哦，有 CD 啦。已經有出 CD 了。對啊，這是你發，這是有嗎？這是那個拜那個橋，是不是？教。哦。所以它有一點那個文化元素，弟弟。對，就是有一些道教的儀式，弟弟不會讀。哇哦！然後裡面就是我也有加，就是戲曲跟客家的元素在裡面。對，因為本來有棍嗎？有金屬樂。某金屬，它看起來蠻暗黑的。你這個是欺負老人家，還是故意做成這樣子？他這個就是他的 TA 是年輕人應該就不是羅哥的年紀。要麼給人看清楚，要麼你就對啊。還有上癮寬的豆啊，買了寬。你們都有一個，你這個字體不對吧？在對啦，
再一杯，再一杯哦。再一杯。朋友来再一杯，再一杯。它这个字体是小篆哎，是不是篆像甲骨文那种字哎？应该是吧。我们请设计师做。哦，它像那个小篆那种。哦，反正有点像香炉上面啊被那个香那种熏的有点字，有点模糊的感觉。哦，就是欺负我们老人。你等下，你看，小心一点。啊，声音掉诶，俩专辑还有真实发行的吗？有真实发行，串流都听得到，都听得到了。哎呦，好棒哦！那如果要打什么焦？对啊，焦。哦，还是打你们的团名？也可以。团名叫做什么？海岸干杯。哎，你这纸也蛮像那个哎，它就是那个啊，莲花纸，莲花的纸啊。那你应该折个莲花嘛。可是我不会折啊。就是极乐折莲花要做成本很高，好不好？要折自己折。哎，这个。这还有那个符咒的摆法，各种干过。蛮有设计感的，真的还不错。求平安啊，求平安。求平安。这个也是有传统的一个结合。有。它如果里面有一些像冲吉跟 HQ 啊，也还讲讲一个道教文化元素的话，其实蛮有趣的。它青岛你做两种。都有艺术稿，有不用闪钩字。闪钩字哦。你不用闪钩字。他们去宣传专辑的时候，我都会跟人家开玩笑说：“哎，这张专辑里面有那个第1名的3个字。”哦。所以他宣传一下你那个3个字组的第1名就超了。啊，还是你会不好意思说：“哎呦，我是客家人啊。”不会啊，有蛮好排我用一条客家歌，对不起客家，系嘛？底部就有吃盐那几个东西呀。对。人家神发其实跟客家是挂钩，不是挂钩，连结很深。连接动你以为政治啊？哎呀，从国中你看，国中、高中就一直都太好嘛，他现在大3了嘛，真的很棒。其实一直都猜给客家的环境地不会读啊。继续加油。是。今年第1名的嘛，3个字啊，还有做比其他吗？盲言还有其他呀。盲言就除了小跳组，其他全部做对吧？小跳老3个字，其他都做对。3个字。要加2年啊。好了，那明年再去比，比完再来冲国本大家谈。他闹热音乐会可以先来啦。对。对呀，闹热音乐会来宣传一下。音乐会做得来啊，好不好？那你就第2篇潘总啊。带你的另外一个 partner， 好不好？我有很多个 partner 呢，就带来啊。规张乐团哦。哎们你们乐团要来那天，小康老师他们就先下班啊。哎，别吗？你不是很想啊？你不是很想早点下班？没有啊。他热爱闹热。我很爱上班。他是闹热最温暖的 band leader。对。我们不赶时间。不赶时间。好了，谢谢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容易哈，什么意思啊？回家休息哈。但他这个专辑就这样拿走了，一般不是要送我们2个吗？我要啊！我刚刚有拿2张要给你们。真的哦。不好意思啊，现在都卖不出去哎。你有开始卖了吗？有啊。卖不掉嘛。卖不出去，那我们就帮他。你就拿10张开发票给罗哥就好了。也可以啦。真的。可以啊。真的。把它装好。开发我那个统一编号我先给你哈。我要记吗？没有啦，公司了，你先赚1筹啦，你先赚1筹。谢，安子 C。罗哥先收的，罗哥。还有上面那个转系跑，大家多支持啊！他们一个音乐海岸干杯2种沟通。音乐串流平台谈宽啊。好。安尼我今日安尼3比已经冲得了。3个字组的前3名啊。对。嘿啊，你看，那个是好冲过的朋友，你现在那比赛比退以后，没做的都安尼闹热打。大天发来哦，人叫667人大天发来比赛哦。系哦，安尼非常欢迎大家来比赛啦，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以外呢，还没有多谢3比。3比偏中意3个字组的好朋友，盲言继续加油，安子 C。好了，不要3拜。是梦小康老师啊，有没有最欣赏？安子 C 辛苦嘞！是梦烟囱观众也辛苦嘞，安子 C。谢。好，下礼拜梦记得一群到这次主管呢，农业道理对，农业共好来，拜拜。